澳門紡織商會第19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於在澳門旅遊塔隆重舉行，圓滿落幕。全國人大常委高開賢、經濟財政司代表邱潤華局長等政商界領袖親臨主禮，政協委員及行業精英共同見證這一重要時刻。在各界嘉賓見證下，鄧君芳會長帶領理監事成員以創新為驅動，積極推動澳門紡織業轉型升級，深度融入大灣區建設。廠商聯合會、出入口商會、生產力中心等機構代表到場祝賀，現場高朋滿座，氣氛熱烈。立足新時代，澳門紡織業將朝住國際化、科技化、品牌化的方向闊步前行。作為行業一員，紅美製服黃成武理事表示，將恪盡職守，為澳門紡織業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。未來，澳門紡織商會將繼續發揮橋作用，凝聚行業力量，共譜發展新篇章。